OK，第二條片咧關於 Shop Local 啦即係今日出咗去做呢個手購咁樣。咁我有 TK Max 咁啊 ，TK Max 好似咧想減價，咁我買咗2件衫嘅 TK Max， 咁我 show 俾大家睇。咁就第一件咧係一件 jersey 嚟嘅，足球波衫嚟嘅。個牌子咧就係聖 Studio 啊，咁就係足球波衫嘅 layout 啦，其實足球波衫質地，咁就後邊有個 number 5字啊。咁咧你睇到咧，原價要58蚊嘅呢件嘢係聖 Studio 咁樣 ，TK Max 咧而家減到咧24.99個。咁啊，可能佢春夏天咧啱啱轉季咧就有啲筍嘢咧推出嚟。咁俾第二件你睇。第二件咧係一件 T-shirt 嚟嘅，就係咧牌子係 Listen 綠色，我唔知係咪澳洲牌子或者美國牌子，同埋我聖 Studio 咧係澳洲牌子定美國牌子，我唔係好知啊。咁但係 TK Max 買嘅。咁咧原價咧就要成69.95原價，咁但係咧亦都係減到咧24.99嘅，一件咁嘅 T-shirt 喺 TK Max 買。咁好啦，咁我想再講一啲 TK Max 嘅嘢啦，因為之前都講過咧 TK Max 噶啦，咁啊再講啦咁我哋呢啲咧移民咗澳洲咧，如果你探親咧，一係咧就翻香港啦，一係去美加啦。咁如果你去美加咧，就可能咧會去Marshall 啊、Ross 啊、TK Max 啊、TJ Max 嗰啲嘅Burlington 啊嗰啲嘅 outlet 啦。咁可能都係買到依類嘅 outlet，即係呢啲嘅 outlet 產品啦咁啊可能就美國產品為主，咁但係澳洲版嘅 TK Max 咧，除咗買咗美國牌子咧之外咧，你仲或者有機會買到澳洲牌子嘅。好似今日咧，我就立咗啲筍嘅，咁啊大家咧可以留意下啦，或者遲啲咧我着出嚟咧俾大家睇。OK。